Hello，大家好，又係每個星期同九哥見面嘅時間。首先我哋要講一個好吊詭嘅現象，就係喺今年嘅5月13號，即係啱啱過呢個星期三，日經平均指數首次收市衝上63000點，刷新晒所有嘅歷史紀錄。喺早一個禮拜先啱啱突破咗62000，當日仲要係大升接近6%。成個氣勢係好凌厲嘅。如果你淨係睇住個股市，可能你會覺得日本經濟一片光明，乜嘢事都冇。但係喺同一個時間日本債券市場入邊另一個關鍵嘅指標正喺度敲響緊警鐘。日本10年國債嘅息口上到去2.6%，係29年以嚟最高。我哋今日星期五收市錄影嘅時候已經去到2.7%添啊！九哥喺日資最大2間投行曾經工作過超過10年，以我嘅經驗話俾大家聽一件事：債息上升代表債價下跌，即係市場正在大手咁沽售緊日本嘅國債。呢個係好大嘅警號，因為日本政府過去幾十年能夠以近乎零利率借錢全靠投資者對日債嘅高度信任。而家呢一份信任正喺度快速流失緊。今日九哥會拆解日本現在身處嘅危險狀況，同埋佢點樣令到環球金融市場有好大嘅震盪呢？首先又要請大家大大點讚先咯。正常嚟講當股市上升，即係下邊嗰條日經指數嗰個圖，經濟好轉嘅時候，上邊嗰個債息嗰個圖都會係上升嘅，因為資金係由避險嘅資產轉去風險嘅資產。但係日本而家嘅情況唔係單純嘅經濟復甦，日本債息急升嘅背後係市場對日本財政可持續性嘅一個根本嘅質疑嚟嘅。美國投資大亨羅傑斯早前已經警告今年可能會爆發史上最慘烈嘅環球金融危機。佢話呢個唔係可能而係有一個必然會發生嘅事。日股創新高嘅同時，市場正係靜為一場更加大規模嘅風暴係做緊準備。債券拋售造成債災，債息過高就會夾死股市，就係我經常講嘅債災會造成股災或者大調整嘅主要原因嚟㗎。有唔少嘅散戶見到日股急升驚人就喺呢一刻就追買日本嘅股票 ETF 或者日股相關嘅產品。呢個行為本身帶住有非常大嘅投機風險。歷史上喺重大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資產價格往往都會出現最後嘅急升，即係所謂嘅牛市陷阱。日本債息走勢顯示聰明嘅機構投資者正喺度逐步咁樣撤退緊，等到散戶一湧而上嘅時候情況可能已經係太遲。日股嘅巴菲特指數大家知唔知去邊？已經去到195嘅歷史高位，擦鞋仔理論又可以用得着㗎啦。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重要嘅觀念，債市先係金融體系嘅重要嘅根基。股市跌你可能輸錢，但係債市如果出現問題成個金融系統都會受到牽連。債息上升意味住政府借貸成本增加，企業融資嘅成本增加，咁按揭利息又要上升，呢啲全部係會反過嚟打擊到經濟同埋股市。所以我哋做分析嘅時候，絕對唔可以淨係望住嗰個股市去諗嘢㗎，一定要同時睇住 FICC 包括咗債市嘅變動。今日日本嘅情況正正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嘅。跟住呢個部分我就會集中講日元 yen。過去2年日本央行一直喺度死守一個心理關口，當美元對日元升穿160嘅時候日本當局就會出手干預。大家應該記得前年即係2024年7月，日本央行曾經干預過一次，之後2025年初又加息一次，佢企圖用呢啲咁嘅行動去壓抑個日元嘅弱勢。到今年年初，日本又再度口頭干預，到最新一次嘅干預潮就發生喺4月底至到5月初呢段時間。
根據彭博對日本央行帳戶數據嘅分析，日本當局喺4月30號動用咗大約345億美元干預之後，極有可能喺5月初再動用大約300億美元去支撐日元。換句話講，日本喺1個星期之內燒咗超過600億美元去托住呢個日元。但係就算係咁咧，日元都只係短暫咁樣反彈上到155之後，又慢慢回落翻去到158啦。另外一件事就係干預並唔係免費嘅，日本要買入日元就要賣出美元，咁要喺邊度拎美元呢？佢就係用出售美國國債咧去用嘅。事實上，日本投資者連續2個月係淨賣出美債，呢一個動作反過來就會點啊？咪會推高到一啲美債息咯。干預一次一次失敗，背後係有好深層嘅含義。日本政府而家正在陷入一個兩難嘅困局，一方面佢要托住日元嚟到控制輸入性嘅通脹，另一方面干預本身嘅成本係非常高，而且效果係越嚟越短。市場見到你干預完又冇用，反而就會更加大膽咁去沽空日元。呢一個就係所謂嘅干預失效嘅困境嚟㗎。基於市場可能開始動盪，亦都有網友查詢咧，九哥決定5月26號再開新嘅期指期權特訓班，教大家用衍生工具嘅長短線嘅部署，更加多圖表同埋技術分析分享。Mr. BM 同埋 Local 嗰啲都係我哋唔同嘅交易行動嘅代號。點樣速銳一擊買入一啲末日期權等等嘅技巧？有興趣去呢個 QR code 嗰度報名。已經學識咗嘅同學，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專櫃會員嘅行列，每日喺個 Discord 討論組嗰度做功課對答案。跟住我哋又深入了解下日本嘅財政黑盒啦。截至今年3月底，日本政府嗰個債務總額已經超過1340萬億日元。呢個數字係日本全年嘅 GDP 2倍以上，係全球發達國家入邊嘅最高。呢個比率係唔單止高，而且係連續10年創歷史新高。今年日本嘅預算案由首相高市早苗主導去推行，特點就係積極財政，即係加大公共投資，增加社會保障嘅開支，仲要大幅提高國防費用，去到9萬億日元。問題係你要增加開支，但係錢喺邊度嚟呢？答案就係繼續發行新國債。呢種用新債去養舊債嘅做法，其實就係日本債務炸彈嘅核心嚟嘅。日本係美國國債最大嘅海外持有者，截至到今年嘅2月底，日本擁有美債規模大約係1.24萬億美元。呢個係一個好驚人嘅數字。過去14個月入面啦，日本係有13個月都係持續咁樣增持美債。原因好簡單啦，因為日本國內嘅利率太低，咁央行甚至乎機構投資者要揾有收益嘅地方擺錢啊。而家日本債息上升嘅時候咧，咁日元又弱勢，咁呢一個關係而家咧正在喺度逆轉緊。而喺最新嘅國際收支數據顯示，日本投資者喺今年第一季嗰度咧係淨賣出咗總值接近300億美元嘅美國政府機構同埋地方政府嘅債券。呢個拋售嘅規模係自2022年以嚟個第二季以嚟嗰個最高嘅紀錄，係連續2個月都賣出。如果全球最大嘅美債買家開始沽貨，咁美債價格就會跌，美債息就會上升。當美債息上升，就會推高咗全球所有資產嘅無風險利率，包括咗股票、債券、房地產嗰啲估值，全部都要重新再計過。當價格升過龍咧，就可以有好大嘅回落插水空間。美國債務對 GDP 嗰個比率已經超過咗120%，雖然係比日本低，但亦都已經處於歷史上相當危險嘅水平。如果美債息因為日本嘅拋售而進一步上升，意味住美國政府借貸成本都會增加，咁財政壓力咧就會同步加劇。咁投資者開始將日本同美國睇成係連體嬰。
咁如果日本係第一張跌落嚟嘅骨牌咧，咁美國就可能係第二張。嗱，講到呢度，我哋要重新記住跟住呢一個核心數字。日本嘅政策利率係0.75%，而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係3.5厘至3.75%，兩者嘅差距仍然高達3%。你睇下，曾經去到最高5至6%。但呢一個巨大嘅利差就係套息交易最有力嘅燃料。投資者喺咁高嘅水平係繼續借入接近零成本嘅日元，轉到回報更加高嘅美元資產。但只要日本央行開始收緊個貨幣措施咧，無論係加息抑或係縮減買債，呢個長期建立嘅套息結構就會面臨拆倉嘅風險，就會見到下圖呢一個美元對日元咧大幅回落。所以最近我都叫人咧可以買啲日元去搏下懵啊！嗱，跟住重點嚟啦，市場數據顯示，由日美利息差所驅動嗰個套息交易嘅操作咧，已經累積到自從2024年8月水平以嚟嘅3倍，即係話市場上有極大量嘅槓桿倉位咧，正在係賭日元繼續弱，美元繼續強。但係呢種單邊賭局最危險嘅地方就係點咧？當情況一旦逆轉嘅時候，所有倉位會同時間平倉，引發出一啲好劇烈嘅連鎖反應。市場而家估計日本央行喺6月中開會之後加息嘅機率係高達70%以上。花旗集團都提前咗加息嘅預測，佢原先估計7月，而家提早到6月。日本央行嘅官員早前都已經開始放鷹，表示會繼續提高政策利率。加息嘅信號咧其實相當清晰，問題只係時間同埋會有幾多嘅幅度。當套息交易拆倉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呢？大家試想像下，全球投資者同時賣出美元資產，例如美股、美債甚至加密貨幣，然後將資金兌換返變成日元。呢個過程咧會引發起碼有3個後果。第一，美元資產價格急跌；第二，就係話日元急速咁樣升值；第三，環球嘅風險資產出現同步嘅崩跌。過往呢一種咁嘅拆倉事件咧，喺08金融海嘯啊、2015-16年嗰啲 A 股熔斷啊，甚至2020年 Covid 疫情之後嗰個衝擊咧，都出現過類似呢啲同步大幅下跌嘅模式。而家嘅槓桿水平比當時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個威力咧只會更加大。呢度有一個咧好詭異嘅動態。如果日元太弱，日本嘅輸入性通脹失控，央行咧就要被迫大幅咁樣加息去控制啦。但係當如果日元太強，套息交易又會大幅咁樣，好似剛才講嘅拆倉，咁引發環球金融嘅動盪。呢個正正兩樣嘢加埋一齊嘅時候，就係日本央行最頭痛嘅問題。佢係要控制個通脹，同埋防止金融市場崩潰之間點樣去揾一個平衡。無論邊一邊出事咧，後果都係全球性。去到影片最後，我想同大家講翻阿羅傑斯呢個預言。佢話今年將會爆發史上最慘烈嘅全球金融危機。佢指出喺新冠疫情之後，環球各國債務過度咁樣堆積。一旦發生我哋今日講嘅大崩盤咧，嗰個影響係會非同小可。總結下今日我哋所講嘅所有嘢，日本債息而家喺29年新高，日元干預失效，個財政個結構好脆弱，套息交易個槓桿又爆燈，呢啲全部都唔係獨立嘅事件嚟㗎，而係指向咧同一個結論嘅唔同嘅線索。日本可能只係第一張跌低嘅骨牌。但係當佢一冧低，就會推冧後邊成排嘅骨牌。呢個唔係喺度製造恐慌，而係一個負責任嘅風險分析。我正在計劃推出一個人工智能泡沫終局之戰 The Beginning of Endgame 呢個系列嘅影片，適當時候會同大家發布。我哋下次見，拜拜。狗狗會繼續同你跟進環球市場宏觀發展。
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share。想掌握更多投資同埋財富管理資訊呢，片尾我哋有視頻介紹我哋嘅 Patreon 社群。每個星期都有 ETF 清單做分析。馬上就加入9個話嘅 Patreon啦！